Hello， 咁多位朋友，我係蘇文峰。今日我哋開門見山，直接拆解全香港娛樂圈獻上咗記，至今冇人能解開嘅全網第一鐵案。講起張柏芝，大家除咗關心佢同謝霆康王妃嘅恩怨，最好奇嘅莫過於佢喺2018年秘密生落嘅第三個銀子，小名三王子嘅 Marcus 張禮成，生父 Dodi Sidori 傳聞紛紛，有人說是謝霆秘密復合，有人說是外國富豪，亦有人說是港台神秘富商。但比生父竊地更震撼嘅係據傳四哥謝賢生前極度疼愛張柏芝，甚至喺立遺產信託嗰陣偷偷把三王子 Marcus 也列入咗謝家嘅遺產受益人名單，打算分給佢數以億計嘅財產。一個跟謝家沒有直接血緣關係或者名義上沒有嘅三胎兒子，點解能逗得四哥如此隆重嘅對待？謝霆鋒對此又是有乜態度？我蘇文峰今日就從玄學、雙學同八字開門見山，同大家獨家拆解張柏芝三胎生父嘅真相，以及張柏芝帶着三個兒子點樣喺晚年形成了不可動搖嘅母憑子貴風水局。想知道三王子 Max 個面相到底像刀嚟？張柏芝點樣靠三個兒子喺晚年暴富？即刻撳下面個 subscribe 訂閱掣，仲有拉開旁邊個小粒抌，訂閱咗未？好，我哋即刻詳細拆解呢個香港豪門最頂級嘅玄學揭案。我哋先講返張柏芝三胎生父呢個全網最大嘅摸鎖團。2018年，張柏芝喺沒有結婚、沒有公開戀情嘅情況下，突然宣布生落第三個兒子 Marcus。當時全香港嘅狗仔隊幾乎把香港娛樂圈翻咗個底朝天，甚至跑去查出生證明，結果出生證明上面戚超裕那一欄竟然是空白嘅，即係幾年嚟關於生父嘅猜測從來沒有停止過。第一種說法說是外國工程師 Leo， 因為 Marcus 小時候頭髮偏黃，五官立體，有點像混血兒。第二種說法說是新加坡富商或者內地富豪喺背後提供強大嘅財務支持。而第三種最震撼，亦是最多網民猜測嘅說法，竟然說生父依然是謝霆鋒。薛霆鋒同柏芝私下避開媒體秘密復合，生落咗呢個小兒子。到底哪一種說法喺玄學同命理上最站得住腳？三王子 Marcus 個面相到底隱藏着咩秘密？我哋下一章即刻從雙學詳細拆解。我哋要明白四哥點解會把遺產分給三王子。第一步必須要睇懂三王子 Marcus 個面相同命格。我蘇文峰睇咗幾十年相，雖然張柏芝平時喺社交平台發照片都會給 Marcus 帶上貼紙遮住眼睛，但從偶爾露出嚟嘅下半臉同五官輪廓，喺雙學上已經可以睇出極多嘅命理信號。我哋先看 Marcus 個面相特徵。第一，額頭高重飽滿，天庭開發。Marcus 個額頭非常之高，而且天庭飽滿即喺雙學上叫富貴滯上，代表呢個孩子從小得到極大嘅長輩疼愛，而且頭腦聰明，未來財運極旺。第二，鼻方直而挺，鼻頭有肉。Marcus 個鼻房非常高直，五官輪廓極其立體，鼻為財星，這代表佢未來生父或者背後嘅家族財力極度雄厚，根本唔係普通人。咁我哋逐一從玄學拆解那三種生父傳聞。第一，外國富豪說 Marcus 幼年時期頭髮偏黃，但大家注意睇，張柏芝自己本身就是中英混血兒。張柏芝下口又是英國人，張柏芝自己身上就有1/4嘅外國血統，所以佢嘅日子遺傳到混血特徵，包括黃髮同高鼻作，喺基因同玄學上完全是順理成章嘅，根本不能單憑黃髮就認定生父是外國人。第二，富商過客索，有人說是某個神秘富商生完孩子之後就分手咗。從張柏芝個八字睇，張柏芝1980年庚申年出生，八字食傷極重，食傷重嘅女性極度喜歡孩子，甚至只要孩子不要男人。對於張柏芝來說，男人可能只是人生嘅過客，但孩子才是佢命理入面最核心嘅財富。第三，謝霆鋒秘密復合，說這是網上傳得最瘋狂嘅一種說法。雖然謝霆鋒同張柏芝早已離婚，而且霆鋒同王菲在一起，但在玄學命理上，霆暗同柏芝之間有住長達10幾年嘅血脈心結，兩個人之間嘅磁場從來都冇完全斷過。但從 Marcus 個面相推斷，佢個鼻行雖然直，但鼻翼嘅弧度同霆鋒嘅剛硬鼻相有明顯分別，反而更加偏向圓潤柔和嘅類型。所以我個人傾向認為 Marcus 嘅生父更有可能係一個性格溫和、財力雄厚嘅圈外人士。不過
不管生父到底是打嚟，喺四哥謝賢眼中，呢個小兒子天天跟住 Lucas 同 Quintus 一齊生活，叫四哥做爺爺，叫庭院做叔叔或者爸爸，四哥係何等通透嘅人。喺四哥眼中，只有是張柏芝生嘅孩子，只有是跟着謝家兩個孫一齊長大嘅孩子，就是謝家嘅一份子。這就解答咗全網最震撼嘅問題：四哥生前點解傳聞要偷偷立遺產，扣三王子分幾億？四哥嘅玄學心理到底係咩？我哋下一章即刻拆解。喺我拆解四哥點解給三王子留遺產以及張柏芝三個兒子嘅風水合局之前，我好想先問下熒幕前面嘅咁多位朋友，如果換作係你，前媳婦帶大咗兩個親孫仔，後嚟又生咗第三個孩子，你會唔會把遺產也分給呢個唔要直接血緣關係嘅小孫仔？你覺得四哥愛屋及烏嘅做法喺玄學上算唔算係最有大智慧嘅表現？即刻喺下面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我蘇文峰每一條留言都會睇，等陣睇下邊位朋友嘅玄學悟性最高。好，留言過後，我哋繼續拆解四哥呢個最高明嘅遺產佈局。傳聞入面，四哥喺立遺產信託嗰陣特別交代律師，信託基金收益人除咗 Lucas 同 Quintus， 張柏芝作為監護人，有權將基金收益用於三個孩子嘅共同生活同教育，即等於喺實質上給三王子 Marcus 也分咗幾億嘅保障。四哥點解要咁做？即喺玄學上叫大愛護本，陰德廉。第一，愛屋及烏護持張柏芝，四哥非常清楚，張柏芝一個人帶三個孩子極度辛苦，如果只給前兩個孫留錢，而第三個孩子沒有，這會就係家庭內部造成不平等，甚至影響三個兄弟之間嘅感情。四哥把三個孩子一視同仁，等於是用謝家嘅財富徹底解除咗張柏芝嘅後顧之憂。第二，三子合局聚氣於母，喺商學同風水學上，一個下校一帶着三個兒子，即喺命理學上叫三陽開泰鼎立雙生。我哋看張柏芝三個兒子嘅面相組合大， Lucas 面相簡直是謝霆鋒嘅翻版，眼神大煞，骨骼強硬，代表謝家嘅事業傳承與明星氣場。二兒子 Quintus 面相圓潤，笑容甜美，性格溫和，像極咗四哥年輕嗰陣，代表謝家嘅人緣財富與家族王傲。三兒子 Marcus 聰明伶俐，五官立體，代表張柏芝晚年嘅新氣象與陪伴福報。即三個兒子各有各嘅命格特長，三個孩子圍繞喺張柏芝身邊，形成了玄學上極其罕見嘅三子拱母風水局。四哥看穿咗呢個局，佢知道保護好這三個孩子就是保護好張柏芝，就是保護好謝家未來幾十年嘅氣運。咁謝霆鋒對此是什麼態度？霆鋒會唔會反對？下一章我哋揭秘霆謝態度與張柏芝晚年暴富嘅終極風水大局。講到呢度，大家終於明白啦，呢個玄學大局最感人、最高明嘅地方啦。很多人問四哥給三王子分遺產，謝霆鋒會唔會不高興？會唔會覺得不公平？我蘇文峰同大家講，你哋太小看謝霆鋒啦。霆鋒喺採訪度早就公開講過，我跟柏芝關係很好，她是個含負責任嘅媽媽，我很感謝她把孩子帶得這麼好，甚至有狗仔拍到霆鋒私下對 Marcus 也非常溫柔照顧。喺玄學命理上，霆鋒八字庚金大煞，雖然口硬，但內心極重情義。佢知道張柏芝一個人帶三個孩子不容易，佢樂於看到四哥嘅遺產能夠照顧到張柏芝全家庭上嘅默許與支持，讓呢個家族風水局變得更加圓滿。我哋回看張柏芝呢一生，年輕嗰陣經歷感情波折、家庭變故，好多人以為佢會倒落去。但你睇佢到咗中年同晚年，身邊有三個英俊孝順嘅兒子圍繞，手握四哥留低嘅幾億信託保障，自己做生意接廣告賺得盆滿缽滿，即係商學上就是最標準嘅苦盡甘來無憑子貴。張柏芝用自己強大嘅母性磁場，把三個性格不同嘅孩子緊緊凝聚喺一齊。喺命理學上，三個兒子就像三座大山一樣，穩穩地托起咗張柏芝晚年嘅財運與地位。任何外人、任何風浪都再一無法動搖張柏芝喺豪門同娛樂圈嘅地位。這就是張柏芝嘅終極風水大局，這就是四哥謝衍生前為謝家所做嘅最後一個天道選擇。各位朋友，人生如戲，因果有賞。四哥嘅包容，張柏芝嘅母愛，霆鋒嘅大度，共同為我們演去咗一段超越血脈、超越世俗嘅豪門傳奇。如果你睇完今日呢集影片，覺得我蘇文峰嘅分析切中要害，
有幫到你睇清張柏芝三胎真相與豪門風水大局嘅話，請你即刻按下影片下方嘅 subscribe 訂閱按鈕，記得點亮旁邊個小鈴鐺全部通知，仲有 like 讚好同 share 分享俾你身邊關心張柏芝射言同風水命理嘅朋友。你哋嘅每一個訂閱同點讚都係我蘇文峰繼續同大家揭滅更多豪門玄學大局，分享獨家風水乾貨嘅最大動力。下期影片我會繼續帶大家拆解更多華語圈頂級豪門嘅風水秘密同面上命理。我係蘇文峰，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集再見。我哋頭先講完四哥點樣將三王子納入遺產保護網，但其實呢個武朋子貴風水局入面仲有一個好關鍵嘅人物角色係好多人忽略咗嘅，就係張柏芝嘅媽媽。張柏芝嘅媽媽係中英混血兒，本身嘅命格帶有西方金嘅氣場，而張柏芝自己就繼承咗呢種跨文化嘅磁場，所以佢生嘅三個仔每個都帶有不同程度嘅混血立體感。呢種混血基因喺風水學上叫金水雙生，能夠增強子女嘅異國緣同貴人運。Marcus 作為第三個仔，佢嘅混血特徵最為明顯，代表佢將來好大機會會喺國際舞台上發展，可能做模特兒、演員或者國際生意。四哥生前雖然係傳統嘅廣東人，但佢縱橫娛樂圈幾十年，眼界極之開發，佢完全明白一個擁有國際面相嘅孫仔對謝家未來嘅版圖有幾重要，所以佢將遺產分俾 Marcus， 唔單止係愛屋及烏，更加係一種對謝家未來國際化發展嘅前瞻性投資。再講深入啲，張柏芝三個兒子嘅生肖組合亦都暗藏玄機。Lucas 係2007年出世屬豬， Quintus 係2010年出世屬虎， Marcus 係2018年出世屬狗、豬、虎、狗。呢三個生肖喺12地支入面形成咗一個人午戌三合火局嘅變體，雖然欠咗一個午馬，但豬嘅亥水同虎嘅寅木狗嘅戌土之間形成咗一個水木土相生嘅循環。水能生木，木能剋土，但土又能制水，三者互相牽制，又互相扶持，形成一個極其穩定嘅兄弟陣營。呢個陣營嘅核心就係佢哋嘅下後有張柏芝。張柏芝本身屬猴，申猴同寅虎相沖，同亥豬相害，同戌狗相剋。表面睇佢同三個仔嘅生肖都有沖剋，但正正因為有沖有剋，先至會產生強大嘅激發效應。就好似一個火爐要有風吹動，火先會燒得旺。三個仔嘅沖剋氣場反而激發咗張柏芝作為夏后休嘅最大潛能，令佢越戰越勇，越活越精彩。我哋再睇下張柏芝自己嘅面相變化。佢20幾歲嗰陣，魚骨高而肉小，眼神大煞，呢種面相當年俾人話係剋夫相。但隨住年紀增值，佢生咗三個仔之後，佢個面相出現咗戲劇性嘅轉變。佢嘅頸骨雖然仍然高，但面蓋嘅肉明顯飽滿咗，下巴亦都變得圓潤有肉，整個面相由骨感變為肉感。呢種變化喺商學上叫骨肉相停，晚運大開，代表佢嘅性格由年輕時嘅尖毒同衝動，慢慢轉變為成熟、包容同穩重。而呢種轉變正正係因為三個仔嘅出現，令佢嘅生命有咗重心同寄託。佢唔再需要靠男人嚟確篤安全感，因為三個仔已經係佢最大嘅安全感來源。呢種自我圓滿嘅狀態係商學上最高層次嘅福氣，比任何婚姻同愛情都更加穩固。再講四哥嘅遺產信託條款，傳聞入面仲有一個好細緻嘅安排，就係信託基金入面有一筆特別嘅教育基金，專門用嚟支持三個孫仔出國留學同發展特長。呢個安排充分顯示出四哥對孫仔嘅期望唔只係有錢使，而係要有腦使。佢希望 Lucas、Quintus 同 Marcus三個人都能夠接受最好嘅教育，成為有修養有視野嘅人。呢種對後代教育嘅重視，正正係豪門家族能夠持續興盛嘅關鍵。四哥自己雖然讀書唔多，但佢經歷過大風大浪，深知知識同眼界先至係最保值嘅資產。佢將呢筆教育基金交俾張柏芝監護，因為佢知道張柏芝絕對會用呢筆錢嚟培養三個仔，而唔會亂咁揮霍。呢種信任已經超越咗一般嘅婆媳關係，升華到一種戰友同伙伴嘅層次。我成日同啲客講，張柏芝呢個案例係現代女性最好嘅風水教材。佢示範咗一個女人，即使經歷婚姻失敗、感情挫折，只要佢夠強大、夠愛自己嘅仔女，佢一樣可以翻身，一樣可以成為人生贏家。
佢嘅3個仔就係佢最靚嘅風水陣，最堅固嘅靠山。四哥嘅遺產只係呢個風水局嘅一個催化劑，真正嘅核心始終係張柏芝自己嘅母性光輝同堅韌性格。呢種精神力量遠比任何風水擺設、任何組款格局都更加強大，因為佢係活生生嘅由心而發嘅正能量。呢種正能量會吸引貴人，會吸引財富，會吸引一切美好嘅事物。張柏芝做到咗，所以佢值得擁有今日嘅一切。最後，我想用一句我成日講嘅說話嚟總結今日嘅內容：一個女人如果能夠將自己嘅仔女教好養好，佢就係自己最大嘅風水師。張柏芝用佢嘅行動完美印證咗呢句話。佢唔需要再靠任何人，因為佢自己已經成為一個完整嘅宇宙。而四哥嘅遺產安排就係對呢個宇宙嘅一次隆重嘅致敬同加持。好啦，今日嘅武朋子貴風水局拆解就到呢度，多謝你哋收睇，記住訂閱、點讚、分享，我哋下次